感謝先嘅演講下，其實咱佢直再嚟說說這個題目啊，這個是奧登嘅港灣嘅題目，等於係能炸燈嘅題目。當然佢係自嘅題目，咱就在價值是咩嘅啊？白青菜嗬，所以呢，咱就嚟說說究竟啊白青呢個意義，就是經濟動搖，那是睇入一個最原創最美嘅。即係白青，是咱所提倡嘅白青啊，所以咱啊從這三方面嚟睇啊，一方面咱睇着啊，對咱所講嘅只即係啊梁樹啊，對住咱睇住係愛心對心，對三咱就有即係慈心，然後咱就明白啊白青呢個寫記呢個心是做重要嘅啊。咱就當嚟禱告啊，咱當心嚟祈禱，將俾上帝往恭敬嘅，將只一段嘅時間也再一次嘅交託落呢個手當。我實在需要聖靈落當當嚟帶領嚟幫助，以至我能夠更加明白聽白呢個愛，因為我實在能夠了解嘅有限，更加嘅我能夠嘅。都實際更加有限，求將白了加入你家己嘅話語，對我有一個提示，也聖靈引導我進入你家己嘅經歷等等，能夠享受經歷呢個恩賜，因為你打啊你愛王，因為你加入呢個愛者恩賜王，聖靈愛帶領我進入經歷，我就感謝，我就讚美，就你就繼續嘅引導我。我就禱告祈求，上主主耶穌基督的聖嘅聖名求，阿門。個希伯來有一個故事，佢打到一條水咧，有一個乞丐呢，佢到新嘅牧精嘅張伯對擺嚟討食物。嗱，希伯來又係游牧早即係游牧嘅民族啊，所以人咧就喺枯溝地嘅地方度嚟個搭嘢張伯嘅。所以等於佢嗰時招兵嘅時候，嗰個新嘅牧精嚟你面出嘅時候嚟乞食嘅時候，喺鐵公物嘢嚟接，所以自嘅牧精就嚟招嚟啊！新嘅牧精就召喚咩計呢？啊，就係直追嚟接飯啦。個接飯之追呢，新嘅牧精就攞咩計呢？谷住能直追嚟感謝上帝啊！所以乞食咧就逼話嘅一乜就坐到直低，咩計動者咯噃。所以只係新嘅牧精就。推嚟做嚟做，家啲你將嚟招聖羊咧，將你啊，要好唔高興，就滿意啦。我哋將唔夠話直出嚟感謝上帝，但是呢，只只計乞食咗嚟難咧。而家呢半有咩計劃啫？啊，呢世話橋了招罪呢，叫話呢食路咗就乞食，我將你喺感謝人呢，啊，所以就先阿牧師聽就非常激氣，有咩計呢？就將佢掛出嘅招兵，唔係㗎，你直接入門啊！你走啊，呢真係啊，所以咧要周活啦，要乞食冇辦法嘛，所以走嘅時候呢，跟住牧精走一半嘅時候，伊聽到新家嘅聲音，係打咩計呢？啊，我嘅牧精啊，都將你無翅膀只隻乞食啊，都往就將佢掛走，只牧精咗你啊，會想做你打，因為因感謝你咯。啊，所以咧，我們將伊掛走咯。先就好按照嚟打。其實我係牧精啊，我已經糧縮了伊30萬呢了。你做你唔能夠從佔伊一個夢想呢？而家姐妹，咩叫糧縮？糧縮唔是啦，即時就係最幹嘅事情。糧縮嘅意思是咩計呢？係兩面，係可憐嘅意思。其實個信仰嘅時候，能睇着咩計呢？好多時候是睇着能有困難啊，能能夠用實際嘅行動能力，將愛將關懷嚟個多個人能等等。但是能好多時候學惡是咩啊？好多時候能對家己親近無門對別人就學惡嘅。但是呢？咱發覺一件事是咩解呢？信奉人嘅是咩解？唔是只是對人家己嘅人啊，就好似當這係故事這些啊。
那好在時候呢，先我為了做好在嘅時候，好時候好，但是原來咩計呢？先愛嘅是咩計？是一個真正嘅愛心，即係良淑嘅心。良淑嘅心，佢但是一個做年幼嘅心呢？在一屋檐撒咗16隻，咁咧我就好清楚嘅了解。我首先大家好識字得寫教會啊，咱直登係讀啦，我背嘅都直登係背啦，即攞撒係是正，甚至將他的讀寫者捨給他們，要直接行他的，不記滅亡，還的永生。我這麼大部分人在先愛施政，是愛每一個嘅人唔是只是愛人家己嘅清淨，唔是愛咩嘅呢？愛人家己正式嘅人，直接唔是愛人家啲美貌嘅人好似唐仔又去食嘅時候，去到律師是點啊？我請你食，叫你教我直再企嘅兜你都唔可以，是咪啊？我到個大念唔得師傅話食咩嘅先冇睇顧啦好似成日就係要麼只我咪使話嚟睇顧啦咯，唔少都跌個我食啦，我在嘅道理是咪啊？但是好在時候呢，良淑嘅意思是咩呢？是他唐仔能打實際嘅家動嘅時候，那反歸嚟打是咩嘅？就是因為人需要小虎，人家需要良淑，是咪啊？但是好在時候，咱睇幾多人嘅人寫嘅裏面，等人況且人家己，況且每一個人都好，那個點樣會直接說是咩嘅呢？好在能睇得世界上面有冇雜床雜妹嘅人啊？冇嘅嘛，即係計都有大嘅啦，是咩？不過咧就直路到希望會雜床雜妹，所以咧都會縮下門對呢，就大家就唔歡喜陪拼，甚至想要慢慢嘅崩大，是咩啊？但是好在時候先唔是這樣寫，先良淑嘅時候，應用了直接說是咩計呢？就是唐生能所得嘅事情，就好似施政嘅白錢，將你良淑依個技能，正好又話花愛讚揚良淑敬畏他嘅人，敬畏依個就是忠於為先，了解明白先愛每隻人嘅人，但好在時候。我就同佢去食咗成，伊唔明白，伊會家己係知我，依家啲好唔高興，好唔開心。但是呢，唔是就係掛出嚟，那就希望咩嘅？就好似先直樣，佢愛意，佢用愛心嚟將伊挽回。但係這是白星座，可能咱等等，可能好在時候，咱有智能嘅係咩啊？我見到咱可能為我為會嘅時候，呢個時候等咱嘅阿爸。於是做你又嚟對睇啦，等係大波做你係對睇人嘅。我記得哇，都放到直接初時有咩嘅都記落嚟，我記下沙記下正講咧，我係對司記下嘅啦都要小心警告。對我記下咧，都唔係真係話我對六記下做你又我就合會上唔高興啦，對切就橫橫長長啦，即係橫長嘅小麥就整到比較掛出庫，知唔知咗啊？唔是嘅，所以啱呢句呢，那好在時候我計要處理要是咩啊？等陣嘅家啲出現問題嘅時候，那我會以雕小究竟以做你係做成樣呢？做你係出現咗問題呢？那我處原因，那我處可能甚至個處輔導幫助伊，那係做你係令到伊咩啊？嚟到成長，那個聽白是做成樣嚟幫助人。因為好似殺咗16單呢計呢，上帝能夠先能夠將白愛施政，甚至將呢個呢個讀寫者捨本人，叫直接成呢個不知滅亡還的永生。這咁樣嚟聊是唔是呢個將呢個讀寫者，要非常愛惜嘅人，要非常愛惜嘅呢個當爸。伊是非常愛惜嘅，伊家己嘅一部分。那因為咱相信是社會集體嘅精神，要將伊完完全全嘅嚟將以後呢，嚟到捨本施政。最近有機會睇一套電影叫《能治耶穌》鼓勵大家有機會去睇下啦。有啲係去抓可能會成日去睇，非常好嘅一套電影我當我發覺一件事是咩計呢？當我
掉落胎我就甲去食耶穌。當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當耶穌到十字架受到侮辱嘅時候，當耶穌到十字架咗，又到個呼喊嘅時候，我俾咗你一離開我嘅時候，到天上嘅白天，呢個心情是如何呢？開心嗎？會唔會啊？當人睇呢兩個字呢，面對苦難嘅時候，面對問題嘅時候，乜咗你又做啊？抵死啦，炸彈咯，你就唔聽，又唔會夠招聲樣啊！呢度唔聽話嘅事咧，都唔聽話噶啦，會唔會真係打嘅？做白天會真係打。有陣時愛嘅啊，呢個愛係真係打嘅會啦。有陣時愛就激起起來就愛嘅，但是打了之後就你啊，還以會啊，愛嘅是咩啊？咩對得咗你又處理是咩啊？叫人咪走嚟走去，直抽落去，刮落去，就嗰啲啊，但係卡鬆佢，呢個卡就會因為飄飛啦，又撩血啦，即係睇你先，叫你咪走嚟走去，叫你坐掂掂，呢度唔跳嘅。就喺度撩血咗啦，就是會唔會啊？咩了寡佢最後咗你又叫個藥追出嚟，叫個家暴出嚟，知唔知啊？本來要坐到啲咩台司雞背嘅，哇好推啊，知唔知啊？哇我嘅啲上醫話，啲話嘅已經攞對叫你乜走嚟走去，乜測試能啦，喂聽陣時知嘛？走嚟走去嘅時候就刮落佢，呢咗你又喺度睇你先。受就有巴無可推，所以呢一貴就只有石會唔會啊？陣時都唔推啊，真係啊！咩計真係啊？計爆炸，對唔對啊？犧牲有話係嘅陣時，犧牲有話話要推咁嘅嘢，但是能夠強辯呢？犧牲嘅是以家己，跟住強親密關係嘅獨寫者，犧牲嘅是咩計呢？就是以所關心、所愛、所不能下嘅，但是就是為能下嘅，呢啲就白清楚，係咪啊？所以咧，那條教會咧是就我自己嘅意思啊，本地話咧，或者是非常出名嘅父親節，就是啦父親節啊，唔是白清節，係嘛？即係本地話啊。原來叫喺大神節啫，家啲叫白清節啊，是而家是父親節，但係你父親節啊，因為只不過後寫咗你啊，我係時候白清嘅啦，所以咧家啲係咪家阿爸接問啊？唔係，因為我朋友約嚟話嘛，所以咧家啲是我嘅師計，所以咧有陣時咧就話交你做阿爸咧就制，我有我現在交你做阿媽咧就制啦，知唔知啊？但是重點是叫社有人愛佢愛惜人人，還好無改革，佢關心佢愛顧人人。而家姐妹，能夠強白是叫社有愛人，你唔單止愛人，將佢所有嘅捨棄，即係能夠好清楚，知唔知啊？但是另外一件事是咩解呢？伊除了有隻愛心之外，伊有一個慈心。慈心嘅意思是咩解呢？那佢只值得寫嘅那值得嚟讀下，即我實。就嗱，我多係直出嘅家門。大家知唔知自己家門嘅背景是怎樣啊？出過呢個啊？我能計嘅只句招啫，咩計？好啦，唔時間盡啦，不過唔對啦，要計真我就唔想打啦嘛，做咩啊？其實嘅背景是咩計呢？就是有一對兄弟嘛，是咩啊？直追嘅家阿爸，直追嘅社會，再就係衰家咗你啊！阿爸未死嘅時候就得咩計啊？阿爸請你將你嘅財產分話將我兄弟嘅分話，都唔知將兄弟嘅分話，因為到點解即係要睇啦伊人會就係習慣，即係習慣是咩計呢？當然人咧
喺搬水沙嘅時候呢，然後呢就咩計呢？大嘅搬落洪水嘅搬直洪咗成嚇，所以呢咧發覺咩計呢？本來阿爸離開我就搬水沙咯，是咪啊？又就那香港又是咗成嘅嚇，香港好在時候呢，有隨族當然冇咁多啦，寫名喺咗年又咗年，但係冇隨族咗年啊。而配澳就缺了咯，頭已澳集運啦，是咪啊？香港政府又所以說要保障呢個配澳嘛，直條我社會嘛，所以要偷澳集運是搬配澳嘅嚇。我會衝就大家嚟搬咗成嚇，所以搬配當然南部嘅時咗成，大嘅搬落嘅水嘅搬直搬咗成嚇。但是即水邊到阿爸話會死嘅時候嘅係咩㗎？呢就話英迪嘅搬話，是咪英迪啊？阿爸會死咗英迪嘅，然後即係是咗行嚟嘅咩？會逼死啲咩啊？所以就阿爸咗年後呢要搬業，所以搬業之後咗年後，伊就揚州府逃亡啦。所以呢，寫嘅條蛋呢，伊估計伊係電線呢我就電線交個朋友呢一刻嘅時候洗了鎖糊，咁之後咧又嗰條而家都槍幾直在有冇槍幾得計唔制，總之呢要洗鳩咩計呢？洗鳩無聊就請我哋槍制槍制是咩計呢？我哋自己行制，就可以和隻所以能話是以家己出人嘅以家己會有啲專業嚟處理槍制能話能夠咩計呢？就係隆重咩計到喎，就請到即係咩計呢？可尺度。寫嘅大量尺度嘅物件咩計呢？伊係做清到唔好半嘅隻未生未死未時嘅就等嚟到28個，因為我即係隨啲小嘅，因為個字講咩？我話嘅老闆刻薄，book 住佢話8個，話8對題更先會時候，就嚟就我出年又呢，後邊了咩計呢？但提示那個後邊了提示啦，等嚟除咗。我哋阿爸就佢都打咩計㗎嘛，是啊！我滴住佢聊天，又滴住佢聊落，所以我唔會做你嘅字啫，不咗咧Johnny 正話登咗定係高更就可以啦，就是坐在家嚟嘅時候，Johnny 又阿爸退咗，其實我退是咩啊？未生未死嘅就澳面澳除咗成話交嘅先10嘅Johnny會唔會佔佢啲佔佢啲嘅是咩？好惡佔嘅。但係初次阿爸就記着而真係正好就滕家登所打起嚟橫嘆呢個正好咗你嚟個正業破起嚟，不過個破字追咗你詩計字滕家登所講係咩㗎？動了慈心，即係非常動搖嗰陣時候呢，我相信只阿爸唔是溺愛而唔是咗你嗰啲就咗你又到呵。即係好似病魔是咩會上溺愛嘅錢啊！樣樣都得對樣樣都得出刀，樣樣都得好，交頭拉咗你咪交出老家，非常麻煩是咩？所以會能但呢好在時候即係溺愛呢，就能夠去驕傲啦，能夠要好在時候咩嘅呢？好自挖啦，各方面都好。但是我曾經所打嘅，只係阿爸制唔制意唔對呢？幾制嘅，是咩所以只阿爸佢但退嚟啦，渣嘅話搬地沙，搬了要做開呢可能我唔制只係老家嘅阿爸打咩計，可能得阿爸都正啦，我應直嘅搬話，我係出過發展，我係出過呢咩計建立我嘅事業，建立好之後咧，翻光，我就正落嚟個咩計接過嚟個詞論嘅仲學在先咩嗱我唔制嘅阿爸打過咩計先咩，識嘅冇打，因為出嚟就走，所以只係爸學極其，所以係爸得啲。和可能，嗰隻阿爸嗰啲咩嘅？呢個直接可能去撞崩嘅但是隻阿爸智慧係複雜，要將所謂本，而就係可能需要出個撞崩，要咗成撞崩真係嘅時間咗你退着咩嘅就係未生未死嘅老家，我食嘅直計廿字。因為直接睇唔清楚啦，是咩啊？佢架路嘅形態，而直擺直叫直擋各方面推着，此係就是壞嘅。所以寫嘅就動了慈心，對不係心點等起嚟，只係慈愛嘅心點等起嚟，
所以忘記了自己聖父，忘記了伊是阿爸，忘記了伊情嘅上學嘢，忘記了是乜計啊？伊可能乜計呢？可能伊好清治又會就乜計都忘記啦。只是睇見伊嘅情況，係就照顧將伊抱起來。弟兄姐妹，嗰個時候，咱真嘅愛，咱有條件嘅，咱嗰啲伊好，咱就咗你啊，屬意嘅個，伊冇咗你啊，咱就唔喺屬意上啊，咱總會睇到咱歡喜嘅。可能簡單嘅佢愛，但是只阿爸無改加直接，無改加聖父，無改加伊嘅時候，乜嘅都無改加，只是記着伊就嘅照顧咗就係主動，然後就乜嘅都唔係少啦，就將伊抱到伊嘅乜嘅呢？伊嘅抱咗直在。然後做你啊，亮亮嘅耳塔咪計啊，清脆。嗰小隻嘅等於直路車頓嚟嘅時候，係面試咗你啊，嗱是嗱十是咩啊？乜計清脆啊？淨係切隻，乜計清脆啊？好惡是咩啊？但是伊只係時間，即係衰隻需要嘅是咩計啊？需要能接納伊。需要能乜計啊？嚟到加以更多，需要能嚟到乜計啊？嚟到肯定伊。伊日在我可能唔得咗我爸嘅肯定嘅啦，所以我已經背好提示啦。我睇乜計呢？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律，所以我唔配做你嘅兒子，所以可唔可請咯？像話乜計？做個高崗咯，可唔可請我？好就時候就知道咩咧？我嘅直接事是乜計呢？有陣時呢，我哋當能修能也好，當能幫助能也好，當能接納能都好。好在時候能擺嘅姿態是乜計啊？能是高高大上嘅，我接納了，我修好了，我愛了，都睇我就偉大咯，都睇我就乜計啊？就好咯，對唔對啊？但是只阿爸唔是啊。咪計到和大已經走出一步一步，酷到能控制等，酷到伊所愛嘅衰家等等，伊無時候嘅後果咗你用，我會就後果喎，伊後果是咪計啊？故事話會打入喎，伊後果是咪計呢？當然好快樂嘅，佢咗你啊，佢迎接所伊嘅衰家等嚟嘅時候，就打滿所謂聖經計，我嘅衰家等嚟啦，於是死就學我嘅，於是死就要跌計，哇！懷疑咁咪計掉，所以請出能嚟接啊，嚟懷疑啊，初仔嘅阿哥嘅家長嚟問嘅僕先咗你啊，喂，究竟嚟發生咩事啊？冇，你係指定嚟嘛？你阿爸懷疑咁咪計掉啊？哇！冇激到阿哥咪計掉攞錢未啊？所以阿爸叫嚟直將懷疑咪計啫啊！只計冇，而家只計能，但係咪計呢？嗰計長期直咗將個所謂齊刷隆重會掉。哇！你做阿爸嘅，你小食嘅，當只計衰家嚟我接納伊，就要叫伊作為家嘅時候咗你啊，可能一個阿兄嚟個栽半地霜，阿兄係咗你少我的了就係衰家，我可能呢個蝕了佢係大家，對唔對啊？那我就係厲害，我就係事情愛小，所以我就時候能做好能，我就時候能喺咩計呢？能小湖能就好在計咗你啊，所以小壞咗你要做，佢動了慈心嘅意思係咩啊？佢慈心點等起來，佢係慈愛嘅心。那就無去改革，那就無去了解，那是個目光就睇到啲需要嘅人，那就睇到伊非常嘅重要，到呢個生命嘅裏面，那實際是希望去幫助佢，如果接納，如果愛，人嘅病先就叫成樣嗰陣時候地著嘅病情都愛，不過嗰陣時候能夠是咪可以叫成呢？未必。有好在時候心是懂了，但是有好在嘅行止，有好在嘅理社，有好在嘅原因。嗱，這位大部分人仔，我係強迫是不顧直接嘅，嚟到將伊嘅愛
透過伊這懂了嘅慈心嚟到大本人啊，冇錯，天父將主耶穌帶到這世界來，所以嘅獨舍之本人是希望能做你啊相信伊，就好得着這影響，這樣式。但是我到嗰時候，當我嚟做嘅時候，我寫嘅腦筋出嚟嘅時間咧，真係啊，跟住我學做嘅句話點樣？話伊將來做你就好咯，伊呢佢直條拎咧讀到大學就好咯，伊將來就咩計咧？將來咧就話做一個總裁就好咯，做一個衛生也好咯，做一個律師都好咯啊，總之咧我學做好。但是啊，唔少話伊寫出嚟嘅時間，可能打會打唔嚟嘅。可能咩計呢？無兩攞隻超攞隻卡嘅，可能咩計啊？可能將來呢就簽大嘅咁樣，你係咪寫啊？你係咪寫啊？最後是咩計呢？嚟講呢，例如我哋寫記嘅心，我到時候已經係紅堆嘛，我嗰啲係寫記嘅心，到底個嚟呢？就亦到你嘅愛心，你愛心就對方嚟啦，你愛意，你為伊着想，你明白我就等一嚟衰啲啊，呢度嚟做你啊，伊用喺度嗰啲唔舒服嘅，所以算啦。做下自己知佢叛逆嘅時候，呢兩個出國嘅時候，去創辦到好，做下都要成長，都要幫助嘅時候，係對這方面對於登嚟嘅時間好激烈，都制是超聖約啦。呢計嘅動力係話令高估咩嘅高回應咧，就代表佢嘅慈心，一次愛嘅心。我唔歸家，我唔歸家，伊做過咩計？我唔歸家，伊只會善事是做你用。我唔歸家，我家己歡喜，伊只會是唔是符合我嘅態度？我又唔使歸家，我嘅大家做你有時候，我只是在伊需要能夠接納伊，需要能夠愛伊，需要能夠咩肯定伊，所以我就用我嘅辦法去處理，我冇理其他乜嘢。當我照寫去做嘅時候，我寫起了我最寶貴嘅三位一體嘅主耶穌。當我照寫去做嘅時候，我失去了咩計呢？即係好順服我嘅大家，就是我重點去做。即阿爸，我會推動隻大家。大家讀嘅背經嘅時候，會唔會啊？總之係大家好激氣嘅時候，阿爸打咩計啊？我忘記呢幾句話啊！阿爸嘅大家打咩計啊？好重要一句話係咩啊？我計就是咩計啊？樂計咯啊！親密到一個地步嘅時候，我覺得無所歸家嘅啦啊！那是差唔多叫做直體嘅啦嚇。你到我動到嘅時候，我計就是樂計就是我計啊！但是小隻誒，當我做這件事之後，做你啊，只係關係可能模糊嘅啦，只係關係可能從此失掉嘅啦。但是只係初阿爸嘅仲將咩計啊？仲將願意嚟到去回應。人嘅強迫就是照聖約愛人咯，人嘅強迫就是照聖約嚟幫助人咯。無論人接唔跳嘅都好。無論人失敗着罪都好，無論人對於否應會着罪詞都好，人嘅心從來無改革。彼得着罪詞唔認耶穌啊，3次。耶穌是咪得從此唔理啊？唔是喎，耶穌得我本來動剪本了。你喺成為話嘅咩計呢？做東西教會嘅名笑，就是因為你經歷了這份嘅愛，你經歷了這份嘅恩典，你就需要好似天父就是要去愛惜你嘅咩計呢？窮養，你喺飼出信養，你喺牧養一個好似跳嚟跳去嘅養，
來個辭職錯，可能呢將啦，冇辦法就點等，冇辦法學在要家己照顧家己嘅樣。先係愛直路嘅關顧能會就係能，所以耶穌打咗隻比喻，好清楚答案能就係能嘅聽白，就是好似能地上嘅白青一樣，愛惜伊嘅子女。就好似詩篇所打嘅，地上嘅白青做你有良屬伊嘅子女，能係先是做你良屬敬畏伊嘅能。敬畏嘅人是咩嘅呢？是願意回到伊嘅身邊，願意以他為人嘅白青嘅每一隻嘅屬伊嘅子女。有人睇得，其實世界所有人都是屬先嘅，都等唔等意啊？都會等意啊？好似啦，唔信耶穌，我就唔屬於先嘅咯，會唔會啊？每一隻人都是屬於先嘅。但是何時喝醉就是唔係正先，喝醉就是咩計呢？養離了先，會直咗乾脆我就唔正先，我唔相信啦，都唔是壞先，世界無都重多嘅，你會直咗是咩計呢？就係我就係都重多，不過咩計啊？也即是互稱罪。要我互係朋友所以呢都唔係呢話，所以能做白青嘅，所以對唔住我見咩冇白青罪嘅大餐但是我個收護我嘅白青要即係個長餅個啦但我見有意是招寫嘅，知唔知啊？當時夢多是咩計呢？那合適股挨咯，係嘛？難道伊見咩唔得話食白青菜嘅午餐我就唔愛伊咩？唔是，伊用嘅都是話食，都是話走食，知唔知啊？所以我愛伊，所以將伊甲朋友直在是非常好，那麼就寫起咯，祝福伊咯，乜牛撐本個車以為伊打先咩？白青就叫互青菜即係成日話咁寫先啊，為打俾朋友仔先嘛，我唔對嘅，知唔知啊？那愛惜人，你又需要咩計啊？犧牲，那愛惜人就需要有自己嘅心，主動嘅心，動了慈心。那愛惜人，那就是咩解呢？需要捨己，就好似白青自己嘅心一樣。你望世界嘅白青，甚至啲魔嘅白青都好，依個心當直接會點愛嘅。會學大嘅夢都是咩解啊？有一句話叫做打住聽嘅無敵，做住咩解啊？無善無力。呢個就能就會唔順嘅，唔打啲唔順嘅，個本地話就打啲順嘅，攞嚟聽本地啦。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真係學順嘅知咩啊？嗰陣時拎咗白青都是招生嘅，但是價值我嘅自己講到時候即係咩啊？個白青嘅愛需要效法聽白青嘅，我相信唔單止白青，拎咗無情都是。甚至能做先嘅智能都是，我是打可能我能到時就能無能嘅力氣就係腦者，但係我成日講你，能寫嘅嗰熟練嘅腦者，知唔知啊？都是能嘅腦者可能呢個可能要唔知力能冇咁多嘅，但是能愛意，能關心意，將要得到聽白嘅愛，就非常重要。假設我嘅白青因離開話。好夠聽白個，但是我講有咩嘅即係上好集創集妹嘅白青，我睇住白青愛惜關顧關念最近實在非常忙碌，走落嚟時候，上次代乜嘅時候就啲即係我嘅太太啦，你陣陣都最近好麻煩即係都會為保護家己嘅時間咧，我就成日都係先敗命咧，中意學在嘅夢堆，我少少，但是讀真上學感謝先，直接都硬將到過嘅，唔是話強，唔是話愛，是咩啊？是天上嘅白青，直路保守了，關一了，直步嘅過嘅，究竟係即白青在。小佢死咗係白青冇多咧，你小佢踢咗係白青，仲一吉能直在，點啊？喺心裏面就平安就安慰。親愛弟兄姐妹，能信主耶穌，能相信自己聽白，你係為得啲意實際是愛橫長長嚟愛啦，以為為到你嘅心照幫你睇啲呢個愛心，
佢嘅個初心，佢嘅個寫記嘅心，你會感受得到呢？愛心就是為咗以所有人主耶穌基督，咱去感恩。初心是睇着當人有面對，當人實在是有能力，當人是得罪了伊終將是唔是得當人悔改，當人嚟到求伊教唆，是主動嚟將聖靈嚟感動人，當人嘅內心對人嘅提切嚟擁抱人，一定能有力量去悔改，去跟隨人嘅主，一定能可以給人打見證，人嘅心是做你要愛人，做你要寫起上好嘅嚟幫助人，一定能懂得唔單止去回應，所以也懂得乜嘢呢？去感受病情以上重要嘅是乜嘢？病情在我哋就聽到咗，有陣時唔止病情，唔單止病情在啦，病冇情在，我就時候聽病窩打乜嘢啊？我就時候其他啲事就係啦，做病窩嚟嘅。你知唔知咧？請我食咁大餐，你請我食，這唔是我上歡喜嘅，上歡喜乜嘢啊？你寄過嚟推嘅話，我嘅寄過嚟送嘅話，我寄過嚟給我潑嘅話，我就咗你啊，好開心啦，是咪啊？但是我就想，別清楚，請你食一頓，拖清楚，請你食一頓，你繼續請食一頓。但是原來做病窩嘅是唔是咪就是啊？唔是嘅喎。你唔請我食咯，我咩計都唔好做，其他都唔出嗰句食咯，我都走嚟計我左嘅就食我煮個白飯，我就踩，我開心噶啦，是咪啊？人嘅將病歡喜乜計呢？知唔知呢？病情在了，天就係病情歡喜乜計呢？當人搶試過嘅時候，先是咪歡喜聽呢？當人做自我的嘢事嘅時候，先是咪歡喜能夠做呢？當人做事嘅時候，因為其實病情在。當你嗰個時候，人嘅心是做你要愛人，做你要去幫助人，好冇？病情在，其實呢個令人做病情嘅好歡喜，但是我鼓勵大家，其實用縮嘅時間，幫等人治就係病，好冇啊？我嘅祈禱是感謝先，幫我有隻最好嘅病情，愛話寫記，愛話動慈心，愛話少少幫我在愛是乜計？所以落嚟能請極少試過，我覺得至少試過非常非常好嘅，所以上帝嘅智能符合嘅，上帝從來冇主動要求人乜計，但係大部分人在，於是幫人學在，人學所有嘅乜嘢，而且輸出端。拍佢那個4節967兆，上帝啲語能何等有學。